耶穌又對門徒說：某財主有一個管家，有人向主人告管家浪費他的財物。主人叫他來，對他說：我聽到了，你做的是什麼事？把你所經管的交代清楚，你不能再作我的管家了。那管家心裏說：主人辭我，不用我再作管家，我將來做什麼呢？鋤地嗎？沒有力氣。討飯嗎？怕羞。我知道怎麼做，好叫人們在我不作管家之後，接我到他們家裏去。於是他把欠他主人債的一個一個地叫了來，問頭一個說：你欠我主人多少？他說100簍油。管家對他說：拿你的賬，快坐下，寫50。他問另一個說：你欠多少？他說100石麥子。管家對他說：拿你的賬，寫80。主人就誇獎這不義的管家做事精明，因為今世之子應付自己的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我又告訴你們，要藉着那不義的錢財結交朋友，到了錢財無用的時候，他們可以接你們到永遠的住處去。人在最小的事上忠心，在大事上也忠心；在最小的事上不義，在大事上也不義。若是你們在不義的錢財上不忠心，誰還把那真實的錢財託付你們呢？如果你們在別人的東西上不忠心，誰還把你們自己的東西給你們呢？一個僕人不能服侍兩個主，他不是恨這個愛那個，就是重這個輕那個。你們不能又服侍神，又服侍馬門。唔好意思啊，個位置唔好㗎，我攞開，我去一陣先嚇。好，咁咧喺即係疫情過後啦，呢幾年啦，世界其實出現咗好多嘅變化。而我喺上年嘅4月咧就翻嚟澳門啦嚇，因為之前一路都係香港讀神學同埋留低咗幾年嘅時間。咁我今次翻咗嚟澳門之後咧，我覺得澳門真係同以前我離開嘅時候好唔同。原初咧大家可能都會期望疫情過咗之後，好多嘢咧應該都會恢復翻返去好似疫情之前咁。但係其實又不似預期喎。大學畢業生嘅失業率係明顯高咗嘅。除咗公務員咧係冇減薪之外啦，即係我唔知公務員有冇減薪，但係其他行業咧都面臨緊減薪，甚至乎好驚被裁員嘅狀態。又啱啱，我身邊好多朋友咧其實都係澳門公務員啦，即係你見到哇都幾好啊，好穩陣啦，即係鐵飯碗。睇落去係咁。但係其實佢哋嘅生活模式、消費模式都謹慎咗。佢哋去少咗旅行啦，基本上咧生活除咗食嘅嘢之外咧，都會係淘寶啦，慳得慳。因為佢哋覺得咧咁樣，即係喺呢個咁亂嘅世界裏邊生活起上嚟咧，即係自己可以穩陣啲嘅嚇。咁因為佢哋都會諗，就算我係公務員，我屋企人唔係啊嘛，未必個個都係公務員嚟噶嘛。而面對住呢個社會氛圍同埋呢個經濟喺即係一個仲係低嘅時間裏邊咧，點樣去善用資源咧，就似乎係更加埋身。即係我哋有時都會諗下即係大家諗下呢個 app 有冇即係一啲嘅優惠咧，或者呢個 app 可能係做緊咁樣嚇，即係大家都會買之前去間鋪頭食嘢之前都會望望先嘅。今日係咪即係秒殺嘅時間咧？係嘛？即係少數怕長計。而小朋友嘅興趣班咧又唔慳得嘅喎，即係因為好驚輸在起跑線啊嘛，係嘛？咁又留意下啲家長群啦，有冇邊個有興趣報名嘅？希望多啲人報名就一齊攞個折啦嚇。經濟低迷似乎係成個世界都發生緊嘅事，而澳門咧亦都有影響。喺呢個資源緊張嘅時間裏邊，我哋又可唔可以喺聖經裏邊揾到一啲資源，即係運用資源嘅教導咧？今日咧，我會同大家睇一個主耶穌嘅比喻。比喻裏面咧，管家係主角。
呢個管家喺知道自己將要失業嘅情況之下，我哋睇下佢點樣為自己嘅將來鋪路，以至到嗰個主人一邊覺得佢係一個不義嘅管家，作為一個上司，佢覺得自己請錯咗夥計啊，但係同時佢又誇讚佢係一個非常精明嘅人，因為呢個管家識得運用手上所有嘅資源為日後去鋪路。即係話作為一個外人，又不得不佩服佢即係謀求出路嘅嗰份積極嘅態度。我哋一齊祈禱。天父，求你幫助我哋，俾我哋咧今天喺你嘅面前，多謝你俾我哋有一個好好嘅敬拜時間，以致我哋嘅心靈進入喺你嘅裏邊。主啊，我都求你幫助我哋咧真係可以透過你嘅話語，無論是講嘅或者聽嘅，都蒙你嘅教導，使我哋即係得到益處。多謝你，祈禱奉我主耶穌名求，阿門。作者路加咧喺記載耶穌講解浪子回頭嘅比喻之後，就接連記載住耶穌所講嘅呢個不義管家嘅比喻。16章1節，比喻提到有一個財主請咗一個管家，管家喺古代嘅文化裏邊咧，就好似呢個財主嘅代理人啊。佢哋通常都會訂立一個契約，由財主授權管家去代佢處理晒一切所交託嘅事務。當然啦，除咗收租同埋追債呢啲工作範圍之外咧，管家咧有啲似經理人嘅角色嘅，所以咧有好名聲對於擔任管家係好重要嘅。而好名聲當然就包括咗忠心有能力啦。有一日財主就叫管家嚟啦，叫佢嗱，你做好晒準備，將你手上嘅工作同埋文件交低，因為財主要炒咗你。16章2節即係咁講啊，要辭去佢。原來咧財主喺外面聽到啲風聲，有人同財主投訴呢個管家冇做好管理嘅工作，令到呢個財主唔單止少咗財產，而且更加喺街坊朋友面前好丟架。因為大家認為財主你真係冇眼光，即係有眼無珠，居然請錯咗人，信錯咗人，請咗一個咧冇好好為你做嘢嘅管家。嗱，呢種丟架嘅嘢咧，喺嗰個時代咧係好嚴重嘅，因為喺佢哋嗰個時代，人嘅名聲同埋榮譽係好被睇重嘅。所以財主咧一聽到呢啲會損害自己聲譽，覺得自己咧即係一個即係冇能力嘅人啦嚇，損害自己聲譽嘅消息，即係一飄到佢耳中咧，即使財主可能未求證過呢個消息係咪真係咪假，佢亦都決定辭咗呢個管家。嗱，所以喺經文裏邊，主人係冇容讓管家解釋，而管家亦都冇為自己去辯駁喎。得意喎，完全冇辯駁嘅喎。好快，雙方就好似達成咗協議咁啦。你辭我啊，咁我咪走咯嚇，就係咁。於是喺第3節就好快提到管家要尋求方法去面對未來嘅生活，唔係呢一刻，而係將來嘅日子我可以點過。而主人對管家嘅矛盾評價就喺呢度開始。我頭先提過喺當時嘅社會裏面，個人聲譽好重要，所以管家知道咧自己將要被辭退嘅時候，喺風聲未傳開之前，佢要諗辦法俾其他大戶人家請佢做管家，所以佢行動要快。於是佢認真評估咗自己嘅情況。16章3節，鋤地嗎？冇力。討飯嗎？怕收。鋤地係指做建築或者挖地啊，或者咧係耕田等等，都需要一啲勞動力比較大嘅工作。而且咧喺當時有好多未受過教育嘅人咧，都會選擇呢一行。雖然可能會多人請，但係管家覺得自己係應該做唔到呢類嘅工作嘅。另一個字怕羞，怕羞咧就唔係我哋即係平時咁樣以為呢個人咧好內向嘅，好斯文嘅，好怕醜嘅，所以唔講嘢，即係唔係呢個意思。怕羞咧係指羞恥啊，羞恥啊。所以管家咧認為，如果我要淪落到做乞衣討飯嘅，佢覺得好羞恥啊。所以無論係做苦力定係還是咧，即係做乞衣即係做討飯嘅，都會令到佢即係唔敢想像，如果我將來係要咁樣過生活，我點算啊？於是佢希望殺出一條血路，將來即使俾人辭退，佢仍然可以喺大戶人家裏面做管家。不過可能由億萬富翁嘅管家轉做千萬富翁嘅管家啫。無論點，一定要諗辦法安頓好自己將來嘅生活。所以佢叫咗主人嘅2個債仔嚟，嗰2個債仔咧係爭佢主人錢嘅，
就唔係爭佢錢嘅嚇，爭佢主人錢啫。佢問第一個債仔：喂，你爭我主人幾多啊？第一個就話啦：100簍油咯嘛，即係等於咧3400公升嘅油，係當時一個工人3年幾嘅工資。於是管家又同第一個債仔講啦：嗱，依家咧即係我幫你改一改嘅借據，將個欠款減半。喂，減半喎，唔係減10%喎，係減半喎。之後咧即係將欠款減半，即係即時變成咗1700公升嘅油啦。由3年幾嘅工資一減咗年幾，即係爭年幾嘅工資啫。哇，條數都好襟計啊！換言之，減咗個金額咧，即係啦，即係你諗到突然之間覺得我如果供樓，我供少一半咯，哇，真係好快啊！咁啊，哇，你好開心。跟住管家咧就又問第二個債仔啦。嗱，今次咧第二個債仔就話啦，爭佢主人咧100石嘅小麥，即係大約咧係4萬公升嘅小麥啦，相等於一個工人咧8到9年半嘅工資，即係再多啲咯。頭先個3年幾，依家9年幾咁樣。今次咧管家咧就幫債仔咧減咗1/5啫，減咗1/5。咁其實兩個債仔咧所減嘅金額咧，其實都係相等於一個工人1年半嘅工資左右嘅啫。嗱，減嘅數目都係咁多，都係咁多。由減債嘅幅度咧，我哋大概都知道呢兩個債仔啦，即係絕對唔係平常人家啦嚇。即係其實咧，可能都係一啲小康之家或者即係一啲富戶嚟嘅啊。所以即係即使未及佢依家個主人咁富有都好啦，但係都係有能力嘅。屋企嘅條件係唔差嘅，所以希望咧可能日後咧呢個管家就諗住靠佢哋去轉移陣地，去到另一戶。即係做管家，唔使流落街頭。嗱，如果你係債仔，管家呢個善行其實係會令到你好印象深刻嘅。你嘅心裏面咧，雖然未必明白點解呢個管家要咁做，又或者係咪即係會會錯意啊？究竟係咪個主人好心咧，叫個管家嚟減我錢咧咁樣？你未必會諗咁多嘅，因為真係聖經裏面冇講得好清楚明白。但係無論點，債仔點估都唔係重點，重點係管家已經喺呢兩個債仔裏邊賺到個好名聲，甚至乎咧對佢即係好印象添。嗱，正如我頭先所提到，喺呢個世代裏邊，好名聲係好重要嘅，而管家就用人哋嘅資源為自己賺咗好名聲，竟然令個主人話咗一句好矛盾嘅評價。16章8到8節上，不義嘅管家做事精明。嗱，首先呢個管家咧俾人投訴冇好好做好管家嘅職分，浪費咗主人嘅資產，其實都幾不忠嘅，因為即係好似唔係自己嘢就唔喐緊啦，好失職嘅。其次咧，當佢知道咧自己必須要被辭退嘅時候咧，竟然私下將個債仔叫嚟，大幅去減低嗰個欠債。喂，爭嗰啲錢唔係佢嘅喎，係個主人嘅喎，即係你簡直係慷他人之慨啦。無論所欠即係所免去嘅債咧係幾多都好啦，即係其實佢都真係令到個主人蝕底咗好多嘅。嗱，經文咧即係睇落去其實都係一啲唔係咁好嘅嘢。經文咧只係好清楚表達一件事，管家為咗安頓將來自己嘅生活，好積極咁去諗辦法，哪怕用一啲唔係咁好嘅手段。但係佢捉住啲機會去為自己賺取好名聲，目的就係想讓將來有着落，過得好啲。即係我諗我哋今日咧咁辛苦工作，買好多唔同嘅基金啦，退休保啦嚇，即係邊度銀行利息喂高啲喎，咁啊即刻轉過咧成筆數咁樣嚇。其實你嘅目的都係為咗將來累積多啲啫嘛，係嘛？即係有保障多啲啫嘛。嗱，果然呢個管家真係即係不義嘅。佢對主人嘅資源呢係即係閒賺咁樣浪費，冇管理好。結果其實真係俾人辭退啦。但係關於自己嘅事，佢嘅態度呢竟然都係180度嘅。即係另一方面，主人咧批評呢個管家嘅同時呢，又誇獎佢做事好精明，因為佢識得為自己嘅將來謀最好嘅出路。第8節裏面，主耶穌係咪都喺度誇獎呢個管家呢？呢個先係重點。當我哋頭先一路意識到
呢個管家係咁樣做嘢，用啲咁嘅方法為自己謀出路。我哋都知道佢幾咁不義啦。但係特別嘅地方係第8節，16章8節，今世之子應付自己嘅世代，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更加精明。咦？咁主耶穌你係咪都喺度讚緊呢個古惑仔呢？嗱，或者我哋咧可以聽聽呢一句嘅另一種解釋，新漢語譯本咁樣講嘅。因為今世之子對待自己那世代的人，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因為今世之子對待自己那世代的人，比光明之子更加精明。今世之子呢，就係嗰個時代嘅人啦吓，而光明之子呢，就係指光明嘅人，義人。而自己那世代嘅人呢，就係指生活喺同一個世代裏邊，同佢哋有同一個價值觀嘅人。有同一個價值觀嘅人，即係如果我用一個簡單嘅例子，你會分辨到60年代嘅歌同今天嘅年代嘅歌係咪有啲唔同㗎？或者你會分辨到即係死啦！成日許冠傑佢哋成日唱咩半斤八兩啊、打工仔啊咁樣啊嘛，即係你會一聽哇，即係嗰個時間即係咁嘅喎。不過今天啊，可能你都會覺得其實今天都冇變㗎，係啊，即係呢個就係嗰個時代嘅價值觀，同埋我哋今個時代嘅價值觀係有，你會分辨到嘅。耶穌就話啦，今世之子佢哋嘅價值觀就喺嗰個時代裏邊係好適應到嘅。耶穌咧形容咧今世之子對於喺同自己生活喺同一個世代裏邊嘅人咧，同嗰啲人相處嘅時候，呢個世界仔確實係比起光明之子更加醒目。咦？喂，唔通連主耶穌你都好認同呢種不忠不義又蠱惑嘅行為？喂，如果我哋咁樣理解，咁我哋就真係會錯重點啦。主耶穌你講呢個比喻，並唔係要我哋學嗰個管家嘅蠱惑，而係為咗突顯呢個比喻好真實，好真實。同時亦都讓我哋知道咧，喺呢種真實嘅處境底下，佢教導信徒點樣去面對呢種真實。呢個不義嘅管家嘅比喻咧，係想我哋將個焦點放喺研究點解會誇獎，即係呢個管家做事精明，點解佢會誇獎佢？主人遇到呢個不義管家好無奈，但不得不佩服對方為咗自己嘅未來而用盡辦法謀求一線生機。就好似喺公司裏邊，即係當我哋越嚟越感受到危機意識嘅時候，我哋可能會一邊咧鄙視某啲人，哇，擦鞋啦、上位啦，即係盡量咧去為自己，即係咁都做得出嘅。可能你心底裏面即係鄙視你，就係呢種感覺，唔認同你，但係可能有一絲你都會覺得，我真係服你，為咗某啲目的竟然去到咁盡。雖然未必係啱㗎，但係當對方咧着緊呢件事嘅時候，原來可以去到好盡。主耶穌就藉住呢個比喻，同班門徒講，同班信徒講，連今世之子為咗即係自己屬世嘅將來，好積極、好精明咁樣去做啲嘢，去識多啲朋友。咁光明之子嘅我哋，如果我哋話我哋信上帝國係存在嘅，咁你哋又做過啲乜嘢啊？主耶穌咧借住呢個比喻，唔係要責備嗰啲今世之子，佢甚至咧用今世之子咧為自己將來咧謀求福祉呢種積極嘅態度咧，佢兜個圈去話班門徒。佢話你哋睇下，嗰個管家就好似今世之子咁，為將來好積極去自保去自救。咁我哋呢班光明之子，我哋為自己嘅來生又做咗啲乜嘢？我哋為自己嘅來生又做咗啲乜嘢啊？所以主耶穌咧係跟住嘅第9節規勸門徒，要藉住嗰啲不義嘅錢財結交朋友，
到了錢財無用嘅時候，佢哋可以接你哋到永存嘅帳幕裏面去。到錢財無用嘅時候，佢哋可以接你哋到永存嘅帳幕去。主耶穌咧果然係一個好貼地嘅上帝，佢明白人世間嘅遊戲規則，在世生活要唔要錢啊？係，你冇話我聽唔要啊！我話俾你聽，頭先我落去飲杯咖啡，我心諗大家哇唔係啊，一杯咖啡拎住奶茶15蚊，哇！我即刻唔飲啦，照頭走啊！係一個餐可能會好啲嘅，即係連埋一齊。喂，真係要錢㗎，係嘛？即係中國人有一句説話講得好好嘅。嗰句説話係關於錢嘅，大家記唔記得點講啊？金錢唔係萬能嘅，下面嗰句咧，係咯，即係嗱，假設下，即係我哋去短宣，去即係無論邊個地方短宣啦，你逐樣嘢計啦，嗱，買手信要錢嘅，動車要錢嘅，然之後即係食飯要錢嘅，喂，全部都要錢嘅喎，係咪先？咁你去服侍都真係冇錢唔得嘅喎，係咪啊？哇，好真實嘅喎，錢唔係萬能。不過冇錢真係萬萬不能嗱，所以佢唔係唔講錢啊，佢係話用錢去做啲嘢啊，好叫將來到咗錢財無用嘅時候，佢哋可以接你哋到永存嘅帳幕裏面去啊。喂，幾時會係錢財無用嘅時候啊？係喂，你真係覺得喂唔係好對路啊！即係我依家用錢都搞唔掂啊！依家啲嘢係嘛？嗰個時候咁你就。錢冇用嘅時候，但另一樣嘢好有用啦，係嘛？嗱，佢哋指嘅佢哋係指邊個呢？就係指即係上帝啊！上帝可以接你到永存嘅帳幕裏面去，即係咁講啊！如果成句做一句嘅翻譯就係嘅話啦。當我哋用錢財做咗一啲嘢，到錢財無用嘅日子，上帝就會接我哋到永遠嘅居所裏面去啦。OK， 明晒。咁咪去做咯，係嘛？咁咪用錢去做啲嘢咯，嚇！咁你話我聽做咩啊？做咩啊？經文咁講啊，主耶穌叫班門徒用不義嘅錢財去結交朋友，用不義嘅錢財去結交朋友。咦？即係話叫我哋用錢同人做 friend 啫喎，好簡單啫喎，係咪啊？唔係啊，咁簡單，即係話個個都做到啦，大佬係咪先？結交朋友有兩個意思。第一個，呢度嘅朋友呢係指上帝，主耶穌叫我哋去結識上帝，即係勸我哋呢去討主嘅喜悅。第二個解釋，主耶穌勸我哋用錢財去周濟窮人，去周濟窮人。嗱，其實呢啲都係呢，即係叫我哋呢去討主喜悅嘅善行嚟嘅，即係你一係做喺上帝身上，一係你做喺上帝所關注嘅窮人身上。嗱，使用錢財去討主喜悅嘅事呢，喺呢度睇到上文下理呢，我更加偏向同意下主耶穌教導我哋攞錢財去周濟窮人，因為喺呢段經文之前嘅12章33節，主耶穌呢亦都曾經教導跟隨佢嘅人。12章33節，你哋要變賣財產周濟人，為自己預備永不壞嘅錢囊同埋用不盡嘅財寶喺天上，就係賊不能進、蟲不能蛀嘅地方。呢段經文，如果我哋咁樣去理解佢呢，我哋就自然能夠明白跟住落去16章19至到31節嘅另一個比喻啦。即係頭先我哋讀嘅經文係夾喺中間，上面係講周濟窮人，下面係另一個財主同埋拉撒路嘅比喻。財主仍然在生嘅時候，天天奢華宴樂。16章19節，財主仍然在生嘅時候，天天奢華宴樂，卻無視喺自己門口乞食嘅拉撒路。財主對窮人嘅漠視，每日只係為咗滿足自己私欲咁樣去過生活，天天奢華宴樂。哇！呢個包如果1萬蚊，你估佢可以夠一個窮人用幾耐啦？一個知唔知依家社工局嘅維生，即係一個普通，如果你話你去求助，普通維生指數係幾多錢啊？社工局4000幾。哇！一個1萬蚊嘅包可以夠一個人，即係去申請社工局嘅經濟援助嘅時候，夠佢用2個月。但係呢個財主對窮人嘅漠視去到個地步，喺佢門口乞食，打開道門見到
佢都當見佢唔到。每日就係為咗滿足自己嘅私慾去過活，天天奢華宴樂，完全無視就去佢眼前極需要被憐憫嘅拉撒路。財主對拉撒路嘅漠視，正正係反映緊財主可能心底裏面佢根本就唔相信有來生有末世嘅審判，佢甚至乎未必驚上帝啊，因為佢完全將舊約先知即係祖先啊嘅教導啊，去教佢哋顧念窮人嗰啲教導，全部有咩好似完全唔識咁，完全唔記得咗咁，凍喺你面前都對你冇用。所以喺兩個人死亡之後，佢哋成個境況逆轉咗，財主落喺火焰裏面承受痛苦，拉撒路卻喺一邊享福。嗱，我哋同人傳福音嘅時候咧，我哋通常都會同未信嘅人講，嗱，你只要係心裏即係承認，口裏相信咧，你就可以得救噶啦。咁我哋就會成日覺得即係好容易啊！呢個簡直係廉價嘅福音啊！講一句，心裏面又相信，咁就得救啦，係咪啊？即係成日都有個錯覺，呢個好廉價福音。但係我哋嘅信仰係咪就係咁兒戲呢？我哋越信得耐，我哋有冇調翻過嚟去諗？如果我哋真係相信有永生，如果我哋真係相信上帝存在，佢監察住一切，如果我哋真係相信有死後審判，如果我哋真係相信上帝係知道我哋所做嘅一切，我哋又會唔會漠視其他嘅受造物、受造生命呢？對於有需要幫助嘅人，我哋塞住，睇唔到，睇唔到，睇唔到，塞住個心口，繼續讓佢哋活喺困苦、困難裏面，而唔施予援手呢？點解我哋會去短宣啫？即係講真，又要攞價，又要出錢，又要出力點解要短宣啊？其實你係睇到嗰度嘅需要，你願意去付出，將你自己嘅嘢去運用，因為你知道咁樣服侍喺佢哋身上，就如同服侍喺上帝身上，就好似周濟緊咁。呢個就係你睇得到佢哋嘅需要，你願意憐憫，而唔係塞住。上帝曾經多次睇到佢重視窮人嘅處境。喺舊約聖經裏面，詩篇113篇7至8節咁樣講，佢從灰塵裏抬舉貧寒嘅人，從糞堆中提拔貧窮嘅人，使他們與貴族同坐，與本國的貴族同坐。聖經係有好多經文話俾我哋聽，上帝常常顧念窮人，而貧窮亦都係一個好複雜嘅社會議題。以前呢，嗰個時代呢，我哋成日聽到即係長輩話呢，點解會窮啊？因為你懶咯，你唔勤力做嘢咯。但係今天我哋話一個人窮係咪就係因為懶同埋唔做嘢啊？我真係係啦，即係我聽到呢，有啲年輕人講，你知唔知點解？依家啲年輕人呢，可以用2500蚊去買張演唱會飛睇啊？係啊，因為佢哋話我又買唔起樓，我又買唔起車，我都想買少少快樂㗎。雖然我都覺得哇，2500蚊我都真係唔捨得。不過今世代嘅貧窮唔係我哋想象中咁簡單，唔係你努力可能就可以賺取相對嘅回報。貧窮確實好複雜。即係我以烏克蘭為例，你點知道突然之間一個打仗，所有嘢冇晒，變得貧窮？我好大膽咁講，只要世界有罪存在嘅一天，有人嘅罪性存在嘅一天，貧窮嘅問題永遠唔會有解決。人窮唔係一定因為懶，人窮唔係一定因為懶。即係咧，或者我哋以現今呢個即係社會，我哋生活緊嘅空間，有好多人咧冇辦法置業，冇辦法過一個合理嘅生活，唔係單單因為佢哋即係唔工作。有時連想揾一份工都可能好困難。相反，佢哋為咗生存，佢哋好努力，打幾份工，散工咁打。即係我見到韓國即係有一篇報道，大學生出嚟成街都係，競爭咁大，即係又考唔到公務員啦。咁佢哋寧願
跟阿媽去做清潔，承包公共廁所嘅清潔。佢話：我都有個收入，依家都同啲同學差唔多㗎，不過係辛苦啲咯，同埋你會覺得俾人睇落去嘅時候冇咁好睇咯。即係咧，我睇到咧，其實係咁，即係成個環境係好多嘢唔同晒。即係喺聖經裏面曾經提過，因為人嘅貪婪，君王同埋在上位偏離咗上主嘅教導，社會上都出現咗好多不公不義同埋欺詐嘅事，令貧窮嘅人越嚟越窮。就好似阿摩司書8章5到6節，先至嚟引述當時嘅商人點樣欺詐貧窮人。我們用銀子買貧寒人，以一雙鞋換貧窮人，把壞嘅供物賣給人。所以我哋慢慢明白，貧窮人嘅出現唔再單純係因為對方懶。當我哋抹走嗰啲對貧窮人嘅偏見之後，我哋就或者咧更加願意向貧窮同埋或者即係扶貧嘅機構伸出援手，即係去幫一把。喺第9節裏面，主耶穌咧對門徒好隱晦嘅提醒，佢好希望門徒去反思佢哋嘅生命，究竟依家我哋仰賴緊啲乜嘢？其實喺原文聖經裏面呢，唔係寫不義嘅錢財，唔係寫不義嘅錢財，而係寫不義嘅馬門，不義嘅馬門。嗱，咁我知道咧，信主信得耐嘅弟兄姊妹咧，喺教會咧，大家都會聽慣咗呢個術語噶啦，馬門啊嘛。但係你試下同一個唔係基督徒講咩嚟㗎？咩馬門馬利係嘛？OK， 係明白呢個字咧，其實係解錢財嘅意思。但係可能大家未必知道，馬門背後其實仲隱藏住一個暗示。就係話呢個東西係可以依賴，可以信靠，因為咧呢個係亞蘭文嚟嘅，佢個字裏面咧本身就含住呢樣嘢好值得依賴，好值得信靠，好穩陣嘅。耶穌唔係用不義嘅錢財去講呢件事，而係用不義嘅馬門，不義嘅馬門，提醒門徒財物往往係人生存喺世界裏邊覺得好值得依靠嘅嘢，因為錢財可以帶嚟好多好多東西。頭先我講啦，冇錢萬萬不能啊嘛，冇咗錢財，你冇咗物質，冇咗想買嘅能力，冇咗生活安定，甚至乎冇咗舒適，冇咗權力，冇咗冷氣，冇咗 band， 係嘛？呢啲都係我哋好想依靠。所以失去錢財真係會焦慮㗎，因為會失去咗好多好多你喺生活裏面已經習慣咗嘅嘢。而呢個正正係16章14節，法利賽人即係聽到耶穌嘅教導嘅時候，佢笑耶穌。當耶穌講咗呢個教導之後，法利賽人呢就喺度笑耶穌啦。正如耶穌知道佢哋心裏面所依靠嘅、所敬拜嘅世上嘅嘢唔係屬靈嘅，所以耶穌就責備佢哋：你哋嘅心，上帝知道。究竟係我哋用緊世上嘅資源，我哋用緊我哋手裏面嘅資源，我哋會唔會都有掙扎呢？係錢財同埋世上嘅資源成為我哋內心覺得好值得依靠嗰樣嘢，安全感嘅所在。哇，喐少少我哋就好驚噶啦，即係冇咗少少我哋就會即係耐唔耐就會睇下，喂，究竟我存摺剩翻幾多咧？即係因為唔係存摺嘅手機啊，唔好意思啊，真係仲係好老土嘅年代。睇下剩翻幾多咧嚇？我哋即係有時會諗，我哋嘅安全感乜嘢係居喺首位咧？定係還是我哋用佢嘅事擺喺上帝嘅裏邊呢？所以喺第10節咁樣講，我哋若在最小嘅事上忠心，喺大事上也忠心。就係指咧，當我哋運用錢財，其實係小事嚟嘅啫。我哋唔好諗，哇，用錢係好大件事嘅，即係話買棵菜、買層樓，好大件事啊咁樣。原來喺上帝嘅角度裏面，你運用錢財呢件事其實係小事嚟嘅啫，唔係大事嚟噶。咁乜嘢係大事啊？大事係人效忠同埋服侍嘅對象，呢個先係大事。所以當我哋話重視同上帝嘅立約關係，我哋好想對上帝忠心，我哋去運用手上嘅資源嘅時候，
諗到佢對我哋嘅教導同埋期望，譬如話教我哋去周濟或者顧念窮人嘅需要等等嘅時候，因為呢啲反映緊我哋對佢嘅吩咐，我哋係咪去忠心實踐呢件小事？你係咪能夠忠心去實踐？相反，當我哋運用資源嘅時候，我哋開始偏離上帝嘅教導，唔遵行佢嘅吩咐嘅時候，我哋嘅內心就好似知道自己其實已經慢慢偏離對上帝嘅依靠。嗰個就係大事。你嘅小事只係講緊我手上嘅資源用喺邊度，但係原來你隱藏喺背後嘅大事，你究竟同上帝嘅關係幾埋定係幾遠呢？所以喺第11到第12節，主耶穌就繼續講啦。倘若你哋喺不義嘅錢財上唔忠心，邊個仲會將真實嘅錢財託付俾你哋啊？倘若你哋喺別人嘅東西上唔忠心，邊個仲會將你哋自己嘅嘢俾你哋啊？不義嘅錢財就係講今世嘅錢財，真實嘅錢財就係指神國嗰份永恆嘅滿足同埋福氣。真實嘅錢財就係指神國永恆嗰份嘅滿足同埋福氣。不義嘅錢財對比起真實嘅錢財，或者可以好短暫滿足我哋喺世上嘅需要，但係對於永恆嘅生命福氣，卻係要我哋用信心去相信，以致你去回應行動。呢度所指別人嘅東西呢，即係當然指上帝交託俾我哋睇看管嘅錢財，而屬於我哋自己嗰份呢，就係原本我哋可以喺末世嘅時候得到同上帝嘅同在同埋福氣。嗱，所以呢，即係我哋可以咁樣理解呢兩節經文。倘若我哋喺管理上帝俾我哋今世錢財上，我哋唔忠心，邊個仲會將嗰份真正嘅財富、上帝國嗰份嘅滿足同埋福氣託付俾我哋呢？如果我哋喺上帝託付俾我哋管理嘅東西上面唔忠心，邊個仲會將屬於我哋可以同上帝同在嗰份福氣俾我哋呢？我上個禮拜咧母親節主日，眾愛堂母親節主日，眾人堂阿 Joyce 姊妹咧喺呢度咧分享咗佢嘅見證，係咪？大家即係聽完佢見證咧，你有冇啲有冇係咯？即係因為我哋同佢演練過嘅，因為佢會好驚超時。我哋即係我嚟到之前咧，其實我都聽弟兄姊妹咧即係分享 Joyce 以前唔係咁，佢自己都分享佢唔係咁。因為佢即係以前咧，佢係做醫美嘅，醫美賺好多。但係咧，佢係一步步喺個信仰裏邊去歷練。到今天咧，有人嬲佢，即係你其實佢能力好強嘅，即係啲暗瘡啊，即係成塊面爛晒咧都可以救得翻佢哋。有人嬲佢，喂，你嚟合股啊！即係真係專登去揾佢哋。但係咧，佢冇去做。佢反而咧，即係喺台灣安頓咗2個女之後咧，即係安頓咗女一家之後咧，佢翻到嚟澳門，佢冇再去做嘢，但係佢投入喺侍奉裏邊。佢自己形容，我以前咧其實係好即係喺錢上面咧，我睇得好緊。但係佢琴日咧好奇妙，其實佢好積極侍奉，佢真係好積極邀請好多人翻教會傳福音。佢琴日咧有個朋友攞住啲咖喱牛腩啦，攞住啲豬手啦，因為佢朋友做茶餐廳嚟揾佢，然之後喂送俾你食啊！佢竟然咧話：哇！即係我真係好感恩。即係服侍過後咧，你會你要即係你佢話時常就係覺得擔心會唔會驚即係冇收入啊咩成？佢話其實你都唔需要擔心，我都唔需要為明天去諗啦。因為我一打開道門，我服侍過後一打開道門，主耶穌咧就已經供應我所需用嘅。你睇到佢變咗，弟兄姊妹都睇到佢變咗，但係你會睇到佢開心，你睇佢真係開心。嗱，所以咧，我哋話主耶穌咧，即係再次，其實係要我哋作出一個抉擇啊！我哋嘅倚靠係喺上帝裏邊，定係還是我哋嘅倚靠係喺今世嘅裏邊？
為馬門而活。當我哋嘅安全感係嚟自擁有看似好穩陣嘅財富，我哋一定會好努力去賺錢，令到自己安全感變大。我哋嘅心力、時間都會放喺點樣賺得更加多嘅財富上面。同樣，我哋喺同一時間裏面會錯過咗好多嘢，包括你去經歷上帝嘅機會。我未讀神學之前呢，即係未去做傳道人之前呢，其實我係做社工嘅。我記得咧讀社工嘅時候，有一科咧係講社會福利政策。當時老師問咗我哋班一個問題，我哋大概咧只有1至2個同學夠膽回應。佢問嘅問題咧大概係咁嘅：如果喺經濟低迷嘅日子裏邊，究竟社會福利預算應該係隨住社會整體嘅環境下調啊、縮減預算，定係還是增加，將個預算加大呢？你哋覺得呢？聽加大佢，加大佢。有冇人係覺得，喂，即係連個預算都已經悶悶地咯，你仲要加大個福利政策？唔係啊，有冇人覺得應該減少嘅？要減。OK， 喂，好正常嘅，因為社會裏面就係咁多元噶啦嘛。咁呢，結果成班同學真係靜晒。咁有1、2個同學，佢哋就真係答，應該要加大佢。點解啊？點解要加大佢啊？係啊，社會需求大就係咁直接。按常理講，其他部門嘅開支預算可能真係要縮減嘅，即係因為即係正如話齋，你個地區冇錢嘅時候，你唔會放咁多煙花啦，係咪先？對唔住啊，即係因為即係我作為一個如果我喺屋企咁啊，即係我自己經濟即係唔係咁好嘅時候，我由買芝士平時買開30幾蚊嘅，可能都會突然之間都係買20蚊嗰啲算啦，係嘛？即係好正常噶嘛，係嘛？按常理計係咁噶。但係正係因為經濟下滑，成個社會嘅氣候都低迷嘅時候，社會福利嘅預算好難下滑嘅，因為窮人係會反而越嚟越多。正窮人嘅需要係會不斷上升。呢個就係社會福利政策同其他部門嘅預算，佢哋嘅概念不一樣。社會上將會出現好多失業或者需要申請經濟援助嘅人。我甚至乎大膽啲講，可能會嚟到教會嘅，即使唔係我哋弟兄姊妹，可能有啲新朋友或者街坊鄰里，佢哋都有啲可能會嚟到教會嘅時候，我哋睇到即係可能佢都有啲需要即係幫助嘅空間。即係有時個幫助咧，未必係一啲即係直接嘅，但係有時咧，原來咧外延咧都係好好嘅喎。即係雖然我成日都即係飲飲食食就會多人啲啦。但我細個返教會咧，都係被飲飲食食吸引嘅，真係為咗完咗崇拜之後咧，小朋友啊嘛，即係屋企嗰陣時又窮喎，冇錢喎，即係夠喎！完咗崇拜之後，我哋一齊去飲茶嘅，就係嗰陣時又維港附近咧嗰啲即係下面啲茶餐廳。咁我就跟咗返教會，返下，你開始聽多啲咩係即係真理嘅時候，你就會信咯。所以有時咧，我哋真係睇到，當原來教會弟兄姊妹越喺呢個紛亂嘅世代裏邊，如果我哋相信上帝仍然作工，仍然使用緊我哋，哪怕係手上嘅資源，我哋嘅時間、我哋嘅金錢、我哋嘅人脈咩都好，即係原來咧，上帝仍然係使用我哋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人，去祝福佢哋嘅時候，我盼望咧，教會就真係可以成為呢啲群體認識上帝嘅渠道同埋祝福。我哋今日喺呢度祈禱啊！親愛上帝，我哋咧，我哋真係唔知點講。你嘅恩典唔係廉價，你嘅恩典係你用重價，你流盡嘅寶血，係為我哋開出一條血路，以致咧我哋可以，我哋嘅人生即使係在世
有時我哋真係俾唔到啊！即係要比起高薪厚職，要比起好本身一出生就好有錢嘅即係地位等等，我哋俾唔到。但係呢，你不斷提醒我哋，你安插我哋喺社會上，喺呢個世代裏邊有唔同嘅角色、唔同嘅位置，接觸緊唔同嘅人。其實我哋每一樣嘢都係從你而嚟。我哋今天，我哋點能夠孤寒俾翻自己，唔去擺翻喺你度呢？我哋求天父你幫助我哋。當我哋掙扎買一個30蚊嘅芝士，定係買一個20蚊嘅芝士，以至慳翻10蚊去幫助有需要嘅人嘅時候，當我哋有呢個掙扎嘅時候，你幫我哋啊！你幫我哋，讓我哋看得見窮人嘅需要，讓我哋看得見教會嘅需要，讓我哋看得見遠方需要去扶持人嘅需要。求上帝你憐憫幫助我哋。多謝你垂聽禱告，禱告奉我主耶穌名求。